那台南的南洋科技大学因为欠员工薪水，前校长佫未学历，就互教育部发公爱停班。时间是对2020年2月就已经停班，照理讲是已经停办3档啊，早就应该爱解散啊。也毋过即马有风声讲学校想要转型，要继续经营。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今仔日冒开记者会，要求教育部就爱大方的，绝对爱拒绝。南洋科技大学伫2020年2月，因为欠员工薪水，前任校长黄9天受人诬洗、未学历等等负面事件，互教育部裁罚停办。不过最近却传出校方想要赶伫停办满3档，将要解散进前，申请改制变作私立中小学的消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表示，这款失德失能的学校，无应该继续经营落去。图谋的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想要改制申请为以国际贵族中小学的名义来继续保有它的校产不能再继续办学的学校，就是应该要解散清算归公，不能够有任何的例外，不能够今天放任难容，明天也许有下一个恶例。针对高教工会批评，南洋科技大学唔愿加讲，干那表示已经通过私立学校咨询会议，目前当咧备办转型，一切拢是照法律咧行。教育部方面目前也无一个讲法，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跳出来呼吁，望教育部严肃看待。请不要再认为私校退场就一定要满足董事会的所有的要求。国家没有欠董事会，全民没有欠董事会。我们教育部国家常年投注的这些经费，应该要思考退场之后回到公共化这一件事情，应该是大家要去关注的。学者专家联合强调，南洋科技大学这个案件真有指标性，唔通互2022年5月14日的司法退场条例变作虚设。记者麦尚英、曾俊佑台北报道。